新竹市即马已经开始来实施全国头一个垃圾水排放管理的自治条例。即马为着要互学生会当来了解当地水源甲生态，所以除了带学生囡仔会当实地来行大家的水源甲生态以外，嘛透过实验，互大家会当愈较了解。桶子要洗3次，瓶子也要洗3次，最后才装这个水。 底好河川内底的水，用桶慢慢救起来，准备透过检测来了解目前水质状况。大家搁穿护鞋行到水准，透过老师的解说，实际去学习安怎保护生态环境。我们平常在用的这些就是清洁用品里面可能会排放家庭废水，那这些家庭废水自然而然就会排放到这个河川或甚至到海洋里面，也让我更了解说，未来我们能够身为学生，我们都能够。 做更多什么其他的事情，可以去帮助这个河川变得更好。例如说，我家是喝头前溪的水，所以水质当然重要。因为如果水质不好，那等于是我喝进肚子里的水都不好。 长期关心新竹水源生态环保团体指出，活动目的希望大家爱同齐保护水质，也希望更较侪少年人会当来参与保护行动。特别挑选了离他们家园不会很远的，看起来像臭水沟的地方，进到这个水圳里面去认识它。 好，那这个水圳呢，其实平常一般的人经过会以为是臭水沟，因为它可能会汇入家庭来的污水，或者是餐厅的油污废水。那他们以前是从河岸上面去看底部，但今天真正穿着雨鞋走进去的时候，就会理解，灌溉水其实它目前遭遇的困境是什么。学生甲用回来的水经过检测，为了了解目前水质的状况，也对过程中去认识家己家乡的水源，甲保护环境的重要。透过活动，嘛，互这少年家更加重视台湾河川的环保议题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